大家好 ，HOSHK.com 睇樓團今次帶大家睇粉嶺景盛苑。景盛苑位於粉嶺一明路8號，1995年開始入伙，總共有4座樓宇，共2432個單位。屋苑比鄰華心村、碧湖花園同埋粉嶺港鐵站，步行幾分鐘可達華心村同埋碧湖花園商場、街市同埋港鐵站，生活、購物、交通都非常之方便。咁如果觀眾想揾景盛苑或者附近嘅樓盤呢，可以聯絡世紀21奇豐物業顧問行粉嶺中心分行 Amy Lau， 聯絡方法可以喺 description 揾到。想睇更多居屋短片，記得撳訂閱，撳埋個鐘仔，我哋出新片呢，你就會收到通知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